大家好，我係新仔。咁照粉絲朋友嘅要求咧，今期就嚟出一條視頻，講一講 NS 模擬器嘅金手指嘅使用方法。其實冇咩特別咯，其實都係比較簡單嘅。同埋依家嘅Android 版嘅模擬器咧，佢嘅金手指做得即係唔算咁好咯。即係優化問題未到好似 PC 版嘅 Switch 模擬器咁，即係咁智能啦。因為 PC 版嘅 Switch 模擬器咧，佢係可以自己選擇某一個金手指嘅開關嘅。咁咪 Android 嘅模擬器咧，依家暫時唔得。好，咁我哋就講一講點樣去安裝NS 遊戲嘅模擬器。譬如呢個波斯王子嚟講啊，嗱，大家第一時間咧要睇下你嘅遊戲版本咧係邊一個，呢度有個信息啊嘛，信息譬如1.4嘅，我係加咗嗰啲升級檔變成點講咧1.4係，咁咪我哋睇睇冇金手指嗰陣時。嗱，你需要玩到咩咧？需要玩到波斯王子1.40，一定要配翻呢個版本號。好，慢鍵夾咧就求其隨便，你自己想放邊度，自己玩到得㗎啦。咁咪我咧就係創建咗一個專用金手指嘅慢鍵夾，中文英文都冇所謂㗎，佢都可以識別到嘅。呢一個對碼唔要喐嘅，即係譬如你玩到個金手指之後咧 download 嚟要解入出嚟啊嘛，咁咪解入出嚟之後咧，呢度一定有個 number， 唔要喐佢，不然佢識別唔到。好，撳入去咧，呢度有個即係呢個英文啦，我唔識，英文應該係金手指嘅意思，即係續臂嘅意思。好，入去呢度都係有個對碼嘅 TXT 文件，咁撳入去。嗱，入邊呢啲每一個全部都係金手指嘅對碼嚟嘅。好，咁咪呢個咧屬於咩咧？屬於所有嘅金手指全開嘅，一陣我再教大家點樣去即係唔想要呢啲金手指，要呢個金手指要點樣設置。好，咁咪就放呢度之後咧，打開呢個模擬器，長撳呢個遊戲，嗱，對翻呢個版本號1.4。好，呢度有個附加項，嗱，我先鏟到呢個先，我哋睇下，即係冇金手指嗰陣時，睇下冇金手指嗰陣時。金手指有金手指嗰陣時咧，佢只要跳一下啊嘛，同埋唔可以放技能嗰啲嘅，好，咁咪我哋俾人哋打下試下，係可以俾人哋打到嘅。好，咁我哋依家退出嚟，長按附加項。安裝，呢度有個 mod 和金手指，確認。好，嗱，玩到頭先你放嘅嗰個金手指嘅慢鍵夾，波斯王子1.4，呢個 number 撳入去，出現呢個畫面咧，就撳使用慢鍵夾，唔要撳到呢度使用咯，識別唔到嘅，撳呢個。
使用文件夾，允許，咁就 OK 啦。咁我哋再入遊戲，咁我哋依家打開遊戲，重新再入去。好，我哋依家睇下，都無限跳噶啦，我都放機啦。好，依家我唔做任何操作，睇見未？就變成咁噶啦，即係金手指全開嘅狀態。好，咁你講，譬如好似機戰呢啲啊，係咪機戰呢啲？佢有時候咧，有啲金手指用咗係冇反應啊嘛，即係唔生效。同埋咧，你唔想要升級升得太快啊，或者係只得即係冇其中一個需要用嘅金手指，即係唔想全開啦，要點做咧？我哋翻去呢度，翻去你全金手指嘅盲劍入邊咧，機戰30。我係玩到嗰個版本號係對應嘅。咁譬如你喺1.0嘅就要玩1.0嘅金手指，如果你喺1.3啦，你就要玩1.3嘅金手指就係好。金手指咧呢個 number 都係唔要喐佢嘅。譬如呢個係我自己加嘅，改做不扣錢。佢原本係有，即係譬如你 download 落嚟之後啦，有好多個版本嘅金手指啊嘛，咁你就揀你要對翻你自己嘅版本號係幾多？我哋睇下1.3.4、1.3.4咧就呢個1.3.4係好。1.3.4咧，譬如你想要改造唔使錢啊嘛，咁你就複製落嚟，呢一段就撳複製落嚟。複製落嚟之後咧，再複製一次呢個金手指嘅 number， 複製落嚟之後，自己喺即係撳呢個 number 入去，喺呢個界面咧，自己再加一個你嘅金手指個名，方便你自己認啊嘛。好，撳我就寫咗改造不扣錢，再入去咧就要再加翻一個呢個唔識英文，反正加翻一個呢個盲劍夾啦，撳入去呢一個睇見未？你可以自己即係反正你都可以複製過嚟，然之後咧除咗呢一個金手指之後，其他全部刪走，放喺第一行呢度，好。我都係操作一次俾大家睇啦，費事咩譬如我哋呢個複製過嚟，重建好盲劍夾之後咧，將呢嚿嘢複製過嚟，我刪咗呢個先，好複製過嚟，好複製過嚟之後咧，複製過嚟之後咧，呢個即係呢個金手指自己複製一次，其他全部鏟，唔要，一個都唔要留。好，將我哋頭先複製嘅呢個金手指保存，保存，就變成一個文件檔案。好，咁我哋依家就安裝呢個鏟咗佢先。點樣安裝咧？撳呢個安裝金手指，確認，
都係揾到嗰個放金手指嘅檔案，機佔30入去。嗱，頭先啱創建嘅改造不扣錢落去，都係到呢度就可以使用指紋鍵夾允許。OK， 好，咁我哋依家嚟試下啊，入去試下。嗱，機戰咧，即係有啲遊戲咧，佢係用咗金手指之後，佢唔會生效啊嘛，唔會生效。例如我哋頭先改咗不扣錢啦，嗱，扣咗，即係不生效啦。不生效要點整咧？退出嚟，長撳佢，呢度有一個設置，呢度有個調試。撳落去，CPU 後端改成 JIT 格式，改落去，係，好，再打開遊戲。好，再嚟試下。嗱，唔扣錢啦，睇見未？好，咁就算做成功。咁譬如都有其他情況嘅，即係無論你用咩方法，佢都唔生效，就證明唔兼容。係，或者你可以睇下你嘅版本號係咪啱嘅，係咪正確嘅。咁有啲改咗金手指之後咧，佢會閃退，就證明咩咧？就證明真係唔兼容啦。反正因為佢 Android 版嘅模擬器對於呢個金手指嘅優化，我覺得仲未到時候咯。係咁如果你擔心，譬如你玩咗好耐㗎啦，你唔想要譬如你有時改咗金手指之後閃退或者損壞嗰個遊戲包啊嘛，好麻煩。咁你就長按佢，然之後咧保存數據，即係 save 檔案啦，下載落嚟保存落嚟，係咁你下一次就算佢損壞咗冇咗，你都可以上傳翻你嘅存檔。係好，咁今次嘅視頻就到呢度啦。大家如果有需要其他要了解嘅都可以喺視頻下邊留言。好，多謝大家。